物理急救站，我哋今次講下 mirror 嘅題目啊。如果講話普通嘅反射咧，入射角等於反射角，應該大家都駕輕就熟㗎啦。但係最麻煩嘅題目係咩咧？就係呢個位置啦。我哋會用到個 similar triangle 去到計數㗎。無論講話係睇鏡睇自己啊，定係睇鏡睇背後埲牆咧，全部都要畫翻個近似三角形出嚟，計翻 three sides proportional， 三條邊個比例係相同㗎。所以如果話啦，而家後邊有埲牆，佢有某個高度存在啦，我隻眼距離埲牆咧有幾多個距離啦，陣間想揾翻塊鏡嘅長度要幾多，先睇得晒成個全個後邊嘅背景。咁我哋要點處理啊？就係先諗翻一樣嘢啦，佢光線點樣由個物件照到落塊鏡，去到塊鏡之後反射入我哋嘅眼睛，而跟住落嚟你就要將個眼睛嘅呢個三角形咧反過嚟黏，然之後畫到大三角形同埋細三角形，最後尾就可以做到 three sides proportional 啦。唯一溫馨提示嘅就係小心個高度，因為高度方面咧，大三角形係講緊咁長先係啊，因為將呢個三角形搬咗過嚟啊嘛，所以成個先係啊，記住小心啲啦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